为着要来延长着水果的保存期限，提升着水果的附加价值，农民会把水果做成水果干。这个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嘛主动甲做水果干的农民，甲做甜点的业者来牵线，希望双方来合作，来打造双赢的局面。台南出的农产品有够多，其中各种果子嘛是有真侪乡亲介意。农友为了要延长果子的保存期限，甲增加伊的附加价值，拢会做成水果干。即马农业局找做点心的业者来合作，希望讲农友甲业者拢会使赚钱。那这个甜点的商品的话，不管对于农民的一个产品的行销，或者是甜点业者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贩卖，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口感的一个体验啊，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三赢的局面啊。其中台南的山野甲龙井已经有业者研究出新口味的点心，业者嘛强调讲，所来会继续研究其他的新产品。爱文芒果是我们玉井的一个名产啊，做芒果干是我们的主力啊。这我们在地经营30年了哈。透过水果干南点心的做法，除了会使开辟新的市场，嘛会使互更加侪人去食到台南优质的水果，进一步支持台南的农产品。